这是迪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印度古吉拉特邦大桥坍塌事件遇难者；司政边巴次仁对印度东北部的藏人社区展开访问；外交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出席印藏友好协会第9届全国代表大会。驻布鲁塞尔代表出席捷克共和国第104届国庆庆典；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出席维吾尔人权组织举办的国际研讨会；驻北美华人联络官参加20大之后中国的走向为题的研讨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位于印度古吉拉特邦主要城市艾哈曼达巴德以西约200公里的莫尔比马奇湖河上的吊桥，于10月30号傍晚倒塌，导致数十人遇害。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得知这一恶讯后，于本周一10月31号致函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布蓬德拉，向遇难者进行了祈祷。同时向失去亲人的家庭以及受事故影响的人们表达了慰问。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10月29号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罗·佩洛西在加州家中遇袭事件致函佩洛西女士表达了慰问，同时为她的丈夫早日康复而进行了祈祷。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致函佩洛西女士表达了慰问，并希望保罗·佩洛西先生早日康复。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三11月2号开始，对印度东北地区的阿鲁纳恰尔邦和梅加拉亚邦的藏人社区展开为期2周的访问行程。在抵达阿鲁纳恰尔邦境内的迪族机场时，司政边巴次仁受到了当地印藏官员和藏人民众的迎接。随后，司政会见了当地的各级印度官员，并进行了交流。随后，司政朝拜了拉贡降球曲林寺，并参观了迪族藏人社区的行政办公室、地方议会、藏医院、保健中心和养老院，并与桑布扎西藏学校迪族分校的师生进行了交流。当天，司政还走访了迪族地区的5个藏人定居点，并与各定居点的藏人民众进行了互动。本周四11月3号上午，司政向迪族藏人社区的民众发表公开讲话，随后离开当地，前往密沃曲培林藏人社区继续进行访问。在抵达密沃曲培林藏人社区后，司政首先朝拜了当地的白马曲林寺，并相续参观了定居点的行政办公室和保健中心，以及为新落成的行政办公楼和招待所进行了揭幕。此外，司政边巴次仁和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于上周日10月30号应邀出席了印度北阿凯德邦境内的穆苏里西藏之家学校成立60周年庆典，并相续发表了讲话。司政边巴次仁还在前一天参观了穆苏里西藏之家学校的办公室、教室和图书馆，并在藏人行政中央前安全部长中出欧珠、教育部秘书长景美郎杰、德拉敦藏人社区的官员和西藏之家基金会成员的陪同下，出席了西藏之家基金会第46次理事会议。与此同时，印藏友好协会第9届全国代表大会于本周一10月31号在印度比哈尔邦拉杰吉尔国际会议中心召开。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外交与新闻部长诺增卓玛女士应邀出席会议。司政边巴次仁在出席第2天的会议时，
分享了从社会主义领袖加亚普拉卡什到印度议会西藏论坛成立的印藏友谊背景，并向代表们介绍了西藏在国际法下的法律地位，以及藏人行政中央在国际上对西藏问题的持续主张。诺赞周毛部长则高度赞赏印藏友好协会组织会议审议西藏的自由事业，同时感谢印度历届政府对西藏人民的友好支持和慷慨援助。为期2天的会议主题为拯救西藏，保护印度。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与来自印度各地的150名与会者参加了会议。另外，因捷克常驻欧盟代表、捷克驻比利时大使和捷克常驻北约代表等的邀请，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于上周五10月28号在布鲁塞尔参加了捷克共和国第104届国庆庆典。在官方庆典结束后，代表仁增曲征根康女士与各国外交官和学者等嘉宾被应邀至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皇家高卢瓦参加国庆招待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台湾办事处代表格桑坚参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于10月23号在台北出席了由维吾尔人权组织举办的东突厥斯丹的集中营和中共对世界的威胁为题的国际研讨会。驻台湾代表格桑坚参在会议上致辞时，谈到了西藏和东突厥斯丹在中国统治下面临的困境。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达瓦才仁则谈到了中国对藏传佛教实施的系统性压制政策。与此同时，驻台湾办事处秘书长明久玉珍女士于上周二10月25号在台北参加了为期3天的第11届世界民主运动全球大会，并在大会上会见了台湾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就藏人行政中央实施的数字化和电子政务等议题进行了交流。台湾总统蔡英文女士、台湾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先生和菲律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利亚·雷萨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华人事务联络官次成嘉措先生于10月21号在纽约出席了民族中国阵线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等团体共同举办的中共20大之后的中国走向为题的研讨会。次成嘉措先生发言时指出，中共20大期间将西藏问题排除在大会议程之外，习近平政府没有培养藏人领导人来监督西藏人民的福利，实际上是他们非法占领西藏60多年的失败。他进一步指出，近日在西藏首都拉萨反对中国清零政策的示威者大多数是汉人，如果藏人发起类似的示威游行，将会遭到当局的系统性镇压，甚至屠杀。在总结发言时，次成嘉措先生还表达了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希望。这次研讨会汇集了海外中国民运界、香港、台湾、西藏、法轮功等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政论家和活动人士。出席会议并发言的包括魏金生、陈破空、金钟、魏必洲等人，陈光诚、陈翔、苏小康等以视频或书面发言形式与会。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